大家高中学生呢，去年研究出呢，自制即热鸭肉，以厝内用这微波炉加热，缩短烧肥的时间，得到全国考典的第一名。进前去参加台湾国际考典，加来自美国等等21个国家学生的团队，总共几百件作品比赛，摕到钢钉类的第2名。10月份将会代表台湾去墨西哥参加有这个考典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科学博览会。 After several attempts, it only took 12 minutes. 同学老英语小解研发成果，大家高中学生团队去年研发一小鸭肉，用厝内微波炉来代替烧肥啊。这比过去爱用5点钟以上，即马干那20多分钟就当烧好势。因为微波会穿透陶瓷，没办法直接对陶瓷加热，那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微波吸收材料。创新发明，让因得到全国考典第1名，进前去参加台湾国际考典，和美国21个国家的学生团队竞争，尾也阁让因摕到钢钉类金牌。代表国家出去的话，那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送以及呢推荐的一个资格。 即摆这3位学生拢有得到大学的保送和推荐资格，学校嘛鼓励因未来拢要继续认真学习，替家己的人生目标打拼。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